被殺1週年。由於事件懷疑同土耳其民族主義者有關，部分人喺集會之後向一個支持民族主義嘅右翼政黨辦事處掟石，同警方衝突，多人被捕。陳家珍報導。有人將鐵欄掟向警員，隨即被警員制服。警方阻止示威者向土耳其右翼政黨民族行動黨辦事處掟石泄粉，雙方觸發衝突，多人被捕。衝突前，班示威者係出席悼念報館編輯丁克遇害1週年嘅集會，幾千人着上黑色衫，喺伊斯坦布爾丁克生前工作嘅報館門外聚集，向佢嘅畫像獻花。丁克個女同家人都有出席。亞美尼亞裔嘅丁克，舊年喺報館門口懷疑被一個支持土耳其民族主義嘅17歲少年槍殺。由於丁克生前多次指責土耳其當局要對1次大戰期間屠殺150萬個亞美尼亞人負責，經常收到民族主義分子嘅死亡恐嚇，相信案件同不滿佢言論嘅人有關。雖然警方喺案發之後拉咗個少年同另外10幾人，但係國際特赦組織以及丁克嘅遺孀都話，警方事前已經收到丁克可能被殺嘅情報，但係冇及時採取行動。顯然有人失職，要求司法部門跟進，將幕後黑手繩之於法。有線電視記者陳家珍報導。